先欢迎阮这边的一对。一把奖金，一对拼第一。哦，两家拢是伊哦，咱即马周瑞仔。100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哦，今日两队拢真厉害，甲鱼甲鱼，差真济哦。不过音听起来真成。哎，这对台语厉害奥妙哦。是无唔对，啊，毋过吼两队吼，阮这边是较专家，恁那边嘛是小专家。我先问阮这边的专家，阮对鱼啊，就有研究的哦。嘿，咱来队长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金，我是金文。我今日从起海站的朋友呢来这拼奖金。首先伫我正边这是这个，是这里哦。大家好，爱边是娜娜，啊，个颜色是仔哥。今晚要甲伊问者，像这种天气哦，最近这几个月啊啦，热天6月，5、6、7，是上恐怖的，咱有损失无？我讲损失偌济啊，应该是讲咱落雨天落来了，咱饲物件是咸的，啊变成豆豆变正啊，拢正去啊。啊，伊就袂适合迄个环境，所以讲就。豆豆啊，就是讲，你甲拍几个时阵，那个内面的肉拢已经也无生也无转啊，对，就是安尼。甲100万摕到登去，对。好，唔管什么补贴拢不要紧啦，好，但是上重要是爱过3关啦。过3关。嘿，过3关了，你再当啊，吼。好，来介绍恁那边啦。啊，恁讲补贴，阮这边嘛爱补一下啊。谁哪补？阮这有当时有戏对无？咧拍戏，啊，这无问题。啊，若是无拍戏的时阵，无收入啊，加减嘛爱贴一下对无？真正是嘛，拢公共服务啊，无咧趁钱啊啦。咱队长注意啦！大家好，我是注意啊，咱阮的，这我属地吼，嘿，生鲜，吼生鲜，新恩呐，迄啲啊，N 哦，伊嘛有讲鲜啦，因为安尼较好记啦，因为伊的绰号叫做饼干，嘿，饼干啊，新鲜的饼干，嘿，啊，虽然讲这边写演员吼，啊，不过伊是最厉害的歌手，足够写歌的，嘿，这样你上好。再来3关，再来3关，嘿，邦迪，演员啦，是老演的。好，来一个后一关咧。景宏，嘿，伊嘛是在牛车啦，嘿，嘛是在牛车，啊嘛是一个演员。来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的翁秀荣翁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若要水个巧，就爱看戏个食鱼。老师拢讲啊，爱看戏，搁食鱼哦。啊，你敢拢50分好啊？对。是毋是？但分好咱规矩嘛爱讲一下啦。是啦，咱这贵就是吼，全家做伙讲台语来拼100万，只要过3关，一定爱过3关哦。100万就互恁炸登去啊！是，无唔对。嘿，啊，大家拢老总讲阮港骗的哦，我无咧港骗哦。你知100万伫倒位无？伫倒位？就是这。哦。来。哦，来。足高的呢10本，嘿，无啥啦，10本啦。好，今日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经济边，好，这个回合吼，美秀一个答案，阿雄有一个答案，是，啊，咱要安怎算呢？哦，咱这回就是恁来紧，看是阿姊的答案是正确的，还是我的答案是正确的。只要恁紧到是正确的，就要得到1000块哦。1000块，这回合上济还得到6000块哦。加油！6000块哦，3题尔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今日把握起来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今年2024年奥运 Olympic 甲 Breaking 舞蹈的比赛放入去，请问 Breaking 舞蹈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好，简单。好，美秀这边是
霹雳舞。霹雳舞是是安怎呢？因为啊，我跳舞的嘛吼，以前不是你涂骹安尼一直洗一直洗，啊你无看人即届奥运会啊嘛是共款一直洗，啊头壳一直用头壳一直对，所以讲我的答案是霹雳舞，一定无问题。哦，因为像讲学跳舞的就一定对的。阿雄这边的答案是草莓舞，草莓跳。就问大位的草莓啊，你甲我讲。因为你在跳时是不是像草莓安尼丢者？啊，加抓嘛是安尼跳啊。加抓是用蛇的哦。鸟鼠啊嘛是安尼跳啊。鸟鼠啊嘛是用蛇的，佮用转的哦，用跳的无哦。我怎有看到？你怎有看到？我怎有时常看到鸟鼠啊你跳的？恁兜迄只一定钓到啊。嘿，唔管啥啦，必须的答案就是霹雳舞。阿雄的答案就是草莓跳。好，来两队请选择。必须来雄演一遍。嘿，到底是我霹雳舞还是草莓跳咧？好来，阿兰因查某囝。哦，静文。是静文。我是感觉我是选霹雳舞，吼，因为这有叫加罗舞的款，可能罗舞，加舞，你讲怪怪。加罗舞，啊，所以我感觉霹雳舞肯定嘛是安尼直接翻过来。啊，无啊，看一下注意啊。我本来嘛咧想讲霹雳舞啦，因为霹雳舞这个词足久啊。对啊。啊，不过头拄阿雄哥咧讲的时阵，哦，草莓啊跳。感觉是安尼。嘿，除了这霹雳舞了以外，佫有北家种嘛，参像草莓啊跳。对啊。跳舞拢参像草莓啊跳。没错。拢有一个跳的你的感觉。没错。啊，你讲侪伙人讲霹雳舞，怪怪的。对啊。敢若霹雳就是要单雷公安尼啦。对啊，无得报第二嘛哦。嘿，无敢若金光就安尼雷雨霹雳安尼怪怪。其实拢共款的，阮霹雳舞嘛是用啊一直调，唔知调啥话。敢若想到的话，是哪呢？对啊，是不是？无定调是我爱调哦。你即马咧算我都唔知哦。因有算啊。哦，买保险啊，保险买啊就好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霹雳舞。这个霹雳听起来就足厉害的，嘿呀，霹雳个。对，伊为70年代甲以前的舞拢无啥共，所以伊是拄则就是用后裤遮，啊，佮有用你的迄个所有手会当用着，也是骹安尼，嘿，所以足厉害，甲以前安尼跳舞无啥共。啊，佮来就是咱这个跳舞的人，咱会当叫做 breaker， 啊，那查某的咱就叫做 b girl， 啊，查甫的就叫做 b boy， 所以咱这个舞就是足厉害，甲以前无共，无怪会当顶去奥运顶冠。好，谢谢老师，来，拢真好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甲取消掉，咱要后一题啊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咱台语的伊啊，是用来称呼什么人？伊啊，伊啊哦。好，美秀这边是袂出嫁小妹。哦。嘿，是安怎讲呢？就是因为吼，查某囡仔吼袂出嫁之前吼，你叫哎呦妹妹叫个亲父安尼哦，是袂要紧的。啊，毋过若大汉了，当然嘛是叫伊啊。嘿，就跟阿姨意思讲话，伊啊，安尼啦。应该嫁还未嫁落伊啊。是。啊那阿雄这边就是家己的阿母啊。哦，因为这个伊啊吼，阮母也婚林人啦。哦。听讲的这就是迄个平埔族。哦，伊咧迄个叫阿母的这个母系社会拢叫伊啊。阿伯啊，就是边地人甲咱的原住民通婚有无？互相交流，结婚了，伊就用因原住民的叫法来叫伊啊，妈妈的意思。哦，好，来两队，咱请选择，来，到底是阿雄袂出嫁小妹，还是家己的伊阿母咧？好，哦，来，我来问有一个相信你，你是安那选家己的阿母？因为我听讲，伫咧原住民咧称呼会啊，伊啊安尼叫。伊啊，是，嘿，所以讲伊啊哟。啊，毋过袂出嫁小妹，有诶嘛是会叫迄落啊。迄不是嫁出去的查甫的称呼叫伊啊吗？哦，无哄骗咯，袂歹。好，来，我这边来。我安尼算嘛，有是一个道理啦，因为较早吼，咱比如讲，互人算命嘛，啊，这囝饲袂大汉，无就是会克老爸克老母，啊叫老爸有当时袂当叫阿爸，啊叫阿伯，啊叫老母的时阵啊叫姨哦，和姨啊，安尼，嘿，有这个习俗啦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
答案是阿雄这边的家己的人。咱以前就是卫生啊，是讲医学较无遐发达，所以有当时啊，迄囡仔若生落来吼，惊讲饲袂活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啦吼。啊，个另外一个原因是惊讲伊迄命格甲迄个阿母吼无合，啊是迄个阿母伊本身就是命格袂当有囡仔安尼，所以咱就是甲迄个欠算用起来，莫去互天公伯啊听到，爱叫伊老母安尼，所以咱就叫因就叫伊啊。啊，这个词像阿爸若无迄个命格，咱嘛是会甲伊叫做阿姐，吼，也是姐啊。啊，这个词伊啊，就是来自原住民，因的因仔，因仔就是阿母的意思。啊，不过因的阿母是阿姑啦、阿金啦，啥物迄款共辈，就是英语的 aunt。哈，啊，所以咱这个姨啊爱分得清楚，啊，那姨啊就是阿姨，较大，啊，那迄个姨啊是阮某因小妹，还是因的姊妹啊安尼哈，啊，过来有一个就是讲小姨子，咱华语小姨子，咱爱叫做就是姨啊。啊！你袂当讲这是我的细姨，细姨就是你的小三嘿，你外口的迄无准算安尼。好，所以这个词语啊，就是家己的老母啊，要保护迄款关系安尼。嘿，好，谢谢老师，上尾一条，加油！来，咱先请出痟，来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咱敲电话用“敲”这字是为着什么呢？哦。美秀这边有答案嘛？我的答案就是，你知影以前咱捌看过电影，拢有以前迄种挂伫个壁啦，无咧囥，伊拢会安尼架。嘿，我感觉我的答案就是这个，嘿，敲电话是我的答案是敲电话动作。就是。啊，我的答案是阿雄这边的答案就是，我认为是因为市电话号码。哦，你咧市的时候是咯，啊以前有啊。咱这时大人有可能是做田人、做事人，伊的骹手较粗咯，镜头啊较粗，伊咧饲的时阵就哭叫啦，你知道？所以我说敲电话。哦，唔过美秀这边是敲电话动作哦。啊，我是饲号码的动作哦。嘿，好来哦，两队请选择咯，来，是美秀、阿雄、叶一边。哇，这真正有影吼，上脑筋啊！是哦。我这边，阮鱼仔队的完全相信你，相信我敲电话的动作。系啊，以前上是的啊，以前拢是用安尼写的啊，架的啊，是，嘿，美秀姐信任加1啦。来，我看这边。无信任呢？无信任的，我给你信任我1000加1，1000加1，信任加1力。哎，好，来，有咱先请信任加1边啊，另外，哦，好不好？我嘛是安尼，伊较早电话是安尼，咔啦，会架，对，安尼是敲电话，咔会有声啦。我讲的是另外一种，你讲的是上本时代是安尼，啊，落尾就是黑色的迄种安尼。对，咔嘿。有当时啊吼，真正有遐敲袂赴呢。对。吼，足久的敲袂赴。等伊咧洗就等个过。落尾变用饲的，吼，较紧。是。好，到底是啥我都唔知影哦。好，咱来看咯。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假电话的动作。好，咱的时代的进步，所以咱来为古早来看这个词。所以拄开始就是用卡用录的，叫做啊，有就是以前有一个工课叫做 operator， 叫做接线生，好，所以咱时代无共，后来就感觉用电子的啊咧试，啊上个迄个答案是伤过粗鲁，共试甲用卡，啊其实稳啊试，嘿，啊过来就是讲，这个敲电话，咱即马应该是变做拨电话啊，因为你拢用迄个敲手机啊，嘿，啊毋过原始的这个音，咱来讲敲电话、录电话。是好来，即马咱要进步，就是要先看分数。好，先看阮鱼仔队的。啊，恭喜鱼仔队得到4枪。啊，来咱主义队咧。主义队嘛是4枪。哦，白水。白水上好看啦！今日第2位啊，正港佚佗人。正港
人佚佗啦，来佚佗咯！是啊，耶要安怎佚佗哦咧？，咱这个单元吼，都是会用影片带大家来台湾四界游览佚佗。哦啊，有可能吼，唔来台湾啊，出国嘛有可能哦哦。是嘿啊，所以恁只要看到讲影片内底是啥物所在、啥物县啊、啥物市啊、啥物岛啦、啥物乡，一知影就紧甲吹落去。啦，嘿，啊，咱的分数哪算？哦，这回啊，拢中4题，四题一题3000，上最才得到12000块哦，啦。咱4条来2万2哦。好，上海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今仔的影片吼，啊，请恁讲出这个所在是台湾的啥物卵。哦，虾米卵哦四个字哦来，咱请看。来，注意注意，注意，哥哥，哦，这要用念台语哦，我唔捌安尼念过呢。嘿4个字，台北嘿，大，是大，台北，细粒的，细粒的，哦，细哦，牛古能牛卵，哦，台北细牛卵，哦小牛卵，小牛卵小我讲小好啊，小牛卵，哦，这是有礼貌的讲法啦，是较文雅的。所以讲你是讲台湾的台北的小牛卵。好来，老师，台北的小牛卵对唔对？音唔对，不过所在对。好，伊爱念做小鸡蛋，还是你的腔口可能是小古蛋，是的，蛋啊小古蛋，就是皮蛋迄个蛋。哦，嘿小牛蛋。对，所以卖改红当做卵，因为伊这是现代较新的词，咱一般是读做文音，嘿啊，所以高雄嘛是有一个捷运站叫做鸡蛋，鸡蛋嘿，拢爱念哦好，皮蛋的蛋，皮蛋就是皮蛋，嘿，啊有无共音安尼？哦，一空一了后壁啊啦，对啦，离遐远就是细粒的啦，哇，真水呢。阮家安啦，阮有3位咧，免惊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第2位，阿兰的查某囝，嘿，静文，我是静文。静文，你有甲妈妈斗饲鱼啊无？有啊，拢爱斗饲，因为迄饲了一磅吼，20公斤呢，抱袂翻，伊伤瘦啦。嘿啊，啊，这个请问伊主要是饲什么鱼啊？阮斗饲乌鸡啊，乌鸡啊我，个台湾雕啊。无台湾钓是连米台啊。哦，无共款呢。是，嘿嘿，其实台湾吼，伫咱家己啊，是倒位啊，婚姻迄带，哦，全部拢是咧水底啊，嘿嘿，是骨啦，是是是是鲈鱼啦，鲈鱼乌鸡啊啦，乌鸡啊像龙虎斑啊、龙胆，这拢是哦咱沿海饲的。啊，你若要食鱼啊，咱问姐姐啊。好，姐姐姐恁有伫团乐乐啊、人乐乐啊、团购啊宅配宅配余温千金的有啊。哦，你找姐姐就鱼对啊温千金呐，对，咱若买鱼啊，咱他甲鱼温千金讲者，好，伊会甲你分配啊，甲送去甲恁兜啊。三地直上，是新鲜的哦，赞的哦好，啊，咱即马是要去倒位佚佗呢？哦，是，哦咱刷来影片啊，请大家甲阮讲者，这是什么县的什么乡呢？这应该就是咧钓迄种哦。这条我感觉就紧张的，因为这看起来应该就是阮兜的鹅饼较对啊。对啊，应该是吧？这个好所在，伊敢知影是伫咧倒位咧？刷来影片啊，请大家甲阮讲者，这是什么县的什么乡呢？哦，什么县的什么乡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知影就紧的哦，甲水落去哦。这应该就是咧钓迄种哦。来，好啦我静文，咱讲一下，什么县的什么乡？这条我感觉就紧张的，因为这看起来应该就是阮兜的鹅饼较对啊。对啊，应该是吧？是啊。啊，你要掠收会员？这就是我来自的嘉义县东石乡。哦，嘉义县东石乡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，哦，干老师。厉害厉
干那拄食鱼啊尔，是伊就是嘛有饲鹅啊，所以因有咱台湾上大的即个外海即个，还是饲有当时饲伫内海遐迄个鹅病。鹅啊啊，即个东石乡现在叫做东石乡，伊其实是因为甲福建迄个挖上近的所在。所以因为遐移民过来的时，因嘛怀念家己的故乡，所以因嘛甲伊东石镇，所以因嘛甲伊号做东石乡。哦，不要紧，咱同齐吼，过来去甲迄落前文的故乡看出来吼，来个继续看落去，真水这呢，总观的呢，那是峨眉吗？嘿，峨眉，外海峨眉，哦，哦，有肥呢，肥有，嘿，肥啊，会晓看鱼仔的人，足厉害看了，哎，有肥呢。中秋要到啊，搁爱行鹅啊，是，而且讲真的啦，咱台湾的海产较上遐厉害，加支持分散的海嘿，产一。定要支持本产的哦，哈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拄啊，遐两题拢有摇到，有看得出来吗？你有要到？看得出来。哦，啊，你的故乡你嘛看得出来？我对家己的布袋过来。哦，伊布袋东石啦，是是哦，遐恁应该恁拢真了解。嘿，这两个所在拢有去过啊。是，好，来，咱即摆先来去哦，好，来去佚佗啊，吼，上个咱行要去倒位佚佗？哦，刷来影片吼，请恁甲阮回答，这是咱台湾的什么乡的鸡背书？哦，什么关？啊，什么关？嘿，会鸡背书。刷来影片就要问讲，这是咱台湾什么关的鸡背书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我就讲这拢谈过乱来是安怎？因为哦，这形容出来，阮拢也知影要去谈乱来，都要去倒位嘛，是毋是？好，安尼要安怎？是知过，因为伊的顶有光啊。哦，啊，对咧，啊，你去倒？伊是拉色的，伊无啊，你是了解，知过先。好，这因为这对我伫阮家己布袋边啊，阮是北欧关嘿。哦，大家拢收过啦，所以是北欧关。是是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北欧关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，先甲大家解释一下哈，这个爱念做加半书，加半书对。啊，因为伊这是伫个白沙乡迄个海尾遐吼，啊遐因为伊会形成一个海沙波，啊因为有生迄个螺仔壳的形，啊其实足危险的。啊，就是讲，伊遐虽然有即款石河掠鱼仔的，啊，毋过佫有迄个形成迄个海沙波，那一个海螺仔壳安尼，所以要行船，也是一寡船乌搭拢足危险的，所以伊就是甲变做足吉利的迄个吉。哦，嘿，所以咱就是希望祈求一个行海的平安。啊，过来就是迄个音吼，爱大家拜托甲因，因为足侪朋友人有特别千叮咛万叮咛，咱叫做加半书。哇！哦，这沙波那只白啊呢？去洗镜。这会拍片。水当当。是。哇！气灵灵的海。哇！七分泥绿呢吼。水港。海洋可以旅游啊。对啊。哦，没错。这应该是什么山水海滩？来去报着找阮仔个啦吼，啊无就找阮那落啊，阮的前门啦，吼啊食了吼，咱都通啊坐船啊去迄个平湖，哇，拄啊好，是无毋对，无啊去啊生囝，对啊，食海产报捷就先出来了，对无毋对，安尼上好，好来不要紧，咱今日换人，好。上尾啊一位啊哦，金红你加油哦，恁即马输3000哦，啊不过伊若3000摕着伊就白酒啊，白酒啊，白酒嘛其实袂歹看咧，吼，不过吼，首先是红诶，你拄啊看有迄落啊，迄个所在无？嘿，我你捌去过？嘿，我去过。哦，安尼就好啊。是甲女朋友去的？唔是啦，未记啊，这土啊，唔是，应该淡薄仔未记啊。女朋友对啊，足久以前的女朋友。
就故意前的朋友，去啊，哎朋友啦，啊，你俩不要讲你个啊，高中的时阵哎呀，毕业旅行啦，安尼就好啊。阿爸要去佚佗，带我去的。对啦，对。可以啦，是。我是咪问唔对问题啊？别，没啦，没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今日到这道。是咱刷来吼，这个影片内底景点吼，要借问的是咱这台湾屏东县的什么店？哦，屏东哦，屏东县的什么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哇！知影有今日个吹落去哦。嘿，哦，来，娜娜。恒春屏东县的恒春店，哦，确定哦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恒春店对不对？对，正确。那知啦，好，恒春这个所在吼，咱发音的时爱记住用海口腔恒春。恒春，啊，伊的地名就是讲，以前伊是原住民排湾因的一种食物，叫做龙桥，所以古早地名叫做龙桥。啊，毋过后来咱这个清朝这个新宝经来到这个恒春这个所在，感觉天气实在足好的，好，所以就感觉四季如春，就改叫做恒春，永远拢是春天。哦，顶塔看到，有这你有知影倒位啊？对啦。哦，水。哦，今天有告诉。哇，这应该是加落水遐哦，那叫水啦。台湾真好所在呢，真正的。哇！来，咱先看鱼仔好不好？好来。咱鱼仔队的分数是偌济？13000。啊，那咱主义队的咧？嘛袂歹，有7000。以为安尼就无安尼，哦，袂当搁拼去哦。加油啦！后一个回合较精彩哦，嘿，奖金足悬的哦。今日的第三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三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拄只笑的意思。你袂晓吗？哦，来，咱即摆看到有8个提示哦。是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讲一8个提示。哦，有虾香、菜、海产、气象局、99美术2000块，甲阿拜。哦，是内面哦，虽然是有8个提示，内面是奖金。对，拢总吼是有8个奖金。上悬的偌济？15000块。15000块。啊，上低偌济？1000块。1000块哦，哈。好，来，咱规定就是讲吼，分数较少的先进。来，无饼干来，先算一个。是。看多济奖金，多几个可能有15000。海产一定输的哦。气上好啊，气上好啊。气象哦，气象局。好，对，气象局。咱来看一下气象局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。袂歹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四呢会伫咧大暴日，还是落雨天出现？应该是落雨天啊。哦，落雨天。四呢是什么？你知吗？应该就是闪电吧。袂歹。系啊。落雨天对唔对？是若是伫大暴日，还是落雨天会出现咧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袂歹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四呢会伫咧大暴日，还是落雨天出现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四呢？哦，无，你敢若赢啊？那边紧。应该是落雨天啊。哦，落雨天。四呢是什么？你知吗？应该就是闪电吧。袂歹。系啊。你应该是落雨天。落雨天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落雨天对唔对？今日得了5000咯！哇，拎起来！好，迄个
四那伊的故事就是四一个，啊，咱的那字就是讲白日，所以是有光的物件，所以四那就是咱咧讲的闪电，才会当安尼讲。啊，当然一定是伫落雨天、歹天的时，也是雨来天的时，毋是大埔日迄款好天好日头的所在。嘿，所以恭喜换你啊！咱一定爱经食是海产啊，经食海产的吼，咱较了解啦。了解了解。好，来咱来看海产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块。我加食你无选，不要紧，总比落啊无较好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咧讲好食的台湾的鱼仔排名有以什么里面三家啦？你敢知影头一名是什么鱼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免想，英五里面三家啦，英五，好，来，乌仔鱼啦，是，好，来，乌仔鱼对唔对？好，这个五咱嘛会叫做五仔鱼，吼，拢会使啊。所以到俗语的时，字就较简单。啊，刷了就是讲，迄伫个溪口，吼，挖迄个海口的所在的鱼啊。啊，这个里面好食是讲有一句俗语叫做有钱食面，无钱免食。所以要食到这款鱼啊，真正爱好野人才会当食。啊，咖喱嘛是足有名，不过咖喱就是较海鱼安尼。所以第一名头名就是五仔鱼。嘿，恭喜！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哦，今晚五仔鱼嘛真贵呢。哎，咱大的介绍拢还未出来哦，大的奖金还未出来哦。有影。好，来饼干。无一个花香好啦。花香，是不是？嘿啊，即摆只讲讲者吼，恁有一届迄落啊，画技人的机会，嘿，画机湾，嘿，有该机湾的机会哦。吼，当啊，甲你的队友，通啊，迄落啊，其他咱拢袂当讲话哦。吼，好，来，你讲要花香是不是？花香。好，咱来看一下花香的奖金有偌济？高清哦！哇，都互伊进去啊！阿妹啊，搁有咧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旧地名虾上洲是即卖新北市蘆洲，还是台南市的盐水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哦，赵主席哦。你是台北人吗？嘿，因为这就是我住的所在。蘆洲。蘆洲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蘆洲对唔对？咱这个地名咧好吼，有语言、文化跟文学的成分，所以咱第一个伊先咱叫做花上洲，其实伊的进程是因为大颗坎溪遐会形成一个沙洲安尼，所以咱会带人伫遐嘛，因就感觉是河上的，是溪嘛，唔是海的，所以就叫做河上洲。嘿，啊，刷来是安那叫做花上洲咧，是因为德产遐伊属于古早德产新德家的迄个州关嘛吼，所以有一个先锋爷庙的花香，真正来遐收一寡迄个店租安尼吼，所以就叫做花香厝，咱就叫做花香洲。啊，后来这个有这个沙洲的所在，一定会发一寡芦花、一寡芦草，足水的，所以咱即马新的就改叫做蘆洲。所以语言、文化、文学拢互你收起啊，无怪你遮缘投。好，来，搁刷落去哦，换咱哦，娜来。我决定来拣菜，因为老师讲食鱼食肉，咱嘛爱有菜价，一定爱有菜价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菜的奖金偌济？3000，哎，嘛袂歹，嘛袂歹。嘿，不要紧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菜，互人号做猪菜，是番薯叶啊，还是硬菜咧？哦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番薯叶啊，还是硬菜？猪菜哦。猪菜哦。哦，应该拢听过妈妈讲过哦，吼，来。番薯叶啊。番薯叶啊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番薯叶啊，对唔对？伊主要就是因为伊用来饲猪，啊，谁那会当用来饲猪？因为
古早若要种即个番薯叶啊，较好种啊，凊彩用就会当收成就好，啊，更毋免转药啊，就是足好顾的，啊来笃笃的凊彩煮煮的，就互猪仔食，安尼叫做猪菜。啊，毋过真伊是足营养的菜，所以你若有食，你就体格袂变做猪。所以，再来是迄个硬菜，硬菜咱一般华语叫做空心菜，啊，毋过你千万唔好甲伊直接用华语甲翻做空心菜。咱其实台语的字有古早字，好，所以咱叫做硬菜。硬菜。哦，好来，即马换饼干哦。饼干。阿拜吼，阿拜吼，哦，阿拜好哦。好来，咱来看者阿拜的奖金有偌济？好啦，摆出来啊啦！阿爸的介绍袂歹哦。嘿，袂歹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摆仔是讲倒一支镜头啊咧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打一支。我等下，我会当画鸡湾不？鸡湾姐，摆仔，你想摆，我看卖。哎，拢不水的呢。先看嘛，你看会出来倒几来，支你看打啊？一支。这支叫做啥？这个啊，拇指，哎，大拇哥，大拇哥嘛。现在你讲没有？吧？过来咧你学的时阵。食鸡啊，不是鸡，中正，啊，你拢会晓讲嘛？应该是这吧？无名字，啊，无这支咧。这个叫小妞妞。小妞妞。哎，真正不要讲咧。讲买仔，摆仔，啊，这是买仔啊。上买啊，这哎个。呀，买仔啊。所以你今晚存倒一支。这个，我唔知啊，这支摆呢。我感觉应该是这个吧。你算你好好啊比，安尼你安尼做我会惊，你知影，都看袂出来啊你必要老师看吗？我必好啊！我这边丢给他。好来，老师，一定哈。这支对唔对？讲考试一届哦，大姑嘛，鸡仔，鸡来鸡去，鸡嘟嘟的鸡啊，嘿对，但是咱这个华语的字，伊其实就有足侪音，鸡仔然后鸡仔，啊，再来中这个是中仔，所以咱迄个字嘛是念作仔，啊，再来这个是买字仔，买啊算起来买字仔，啊是。摆仔，因为你谈到讲你用到要救筋啊，就是就歹用诶，嘿啊，啊，过来是这个是买仔，嘿啊，因为咱这个麦伫迄个伊是和黑嘛，所以丢啊种一个乌气叫做麦，啊，咱赶快用伫镜头叫做麦仔，啊，用伫你的手倒手管啊，咱嘛叫做麦手皮，嘿，啊，另外迄个题目的阿麦啊，一般是阿嬷也是阿公咧教迄囡仔滚生。啊，这阮阿嬷呀啦，啊，你是缘投的叫做阿恩呐，好，啊，个阿公阿嬷上好是讲这阮阿乐啊，就是嘿，足快乐的哦，阿乐啊，嘿啊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哎，刺激哦，起码1万已经出来啊，1500啊未哦，12,000，来，150,000，搁7000的，嘿，拢管的，拢管的，我看吼，已经2000块好啊啦，哦，2000啦，2000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2000块的奖金有偌济？好来，咱请出题。一样。请问印伫咧台湾2000块的银票顶悬的国宝鱼是啥物咧？哦，好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国宝鱼，哇，你来看。字你也讲会出来啊，台语呢？好来，台语也讲会出来。银花，高，银花高文龟。樱花高文龟，我想一下要讲哦，我搁想一下，我当会使，我当2万无，会使，毕竟这，今日呆，来，樱花就是樱花嘛，樱花，高就是高嘛，文就是 kiss 嘛，不是，文是
应该是人文，文嘛，好，高温龟龟高温龟龟什么鱼？红什么鱼？红人鱼。红人鱼龟是红人鱼吗？樱花高温红人鱼。哦，樱花高温红鲢鱼，对唔对？嘿啊，7个字咧，哦，真可惜咧，万五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解说，来，老师。好，因为这个戏吼，你若拄则恁咧参详的时，有一个樱花高温龟，安尼个会当互你钓，毋过你甲刷来啊变做红鲢鱼，因迄是无共款的，嘿，所以就是我互你算毋对。啊，毋过咱正确的这个台语，因为伊是英语的沙门来的，所以是三文鱼。三文，这简单就嘿，为做罐头嘛，吼，啊，毋过这袂当哦，你若掠你就犯法啦，吼，啊，过来会当讲伊是河呆，就是饲伫客人的，吼，啊，过来是文班，也是讲伊伫个梨山遐，所以咱是家当做梨山尊，所以伊的鱼仔名可能大家较无了解，毋过恁会当看到钱，后摆就会知影，嘿，所以咱叫做台湾三文鱼15000拍算去啊，啊，搁一个，搁有1万，一万，搁一个万二的，万二，哎呦，来，应该是7000的，7000跟万二。美术好啊，美术你美术好无？无好，哦，但是迄99我唔知是啥物啊。哎呦，是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美术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7000的袂歹。嘿，来，我要出题哦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县市是咱台湾重要的迄个作画家陈定波出世的所在？伫咧日本时代吼，伊嘛合作画都是，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嘿，陈定陈定波是，迄老师画图就是哦，来哦，陈定波嘿，试看卖，这个所在，这地方咱有出过。是，敢会是家己，哦，还是台南？哦，选一个，嘿，家己好啊啦。家己对唔对？够厉害！好来分数，恭喜得到7000咯！哇，要4万啊，要4万啊！咱家己才有一条米鸡，是啊，毋过伊的音是以前迄个卖米的米，哦，就是变来的。啊，所以遐是安怎才有名？就是讲伊拄伫咱嘉南边缘，啊，遐有足侪米嘛，吼。啊，所以咧卖米的人一般来讲拢是较好野，啊，好野人因就请一寡老师来厝里教安尼吼，教囡仔。所以因遐教育水准，也是讲学美术、教画图，这拢足厉害的。啊，就迄条街的迄个主题拢真厉害。啊，咱这陈定波，伊嘛是共款，就是讲画家己这个所在，毋过伊的画风就是拢是画家市，啊去看咱台湾这块土地。英文啊，啊，搁有就是因为安尼，伊伫咧28迄当阵嘛变做牺牲，因为28甲一寡迄个较有知识分子拢甲要甲消灭掉嘛吼。啊，当时咱遮搁有一个林玉山，嘛是足赞的家己画家。啊，咱遮所有的资料，公司台语台拢有华语台湾这个节目，大家平常时拢会当落去看。是，好来上尾啊，上尾啊99哦，好来，咱来看99的奖金有偌济？12000，嘿，嘛是真好哦。我出题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9月初9是中阳，咧风俗内底讲即天无适合兴房还是加头毛咧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哎呦，嘿，哈，是唔通啊，唔通出入入还是加头毛咧？好来，啊，加头毛，哦，加头毛是安怎？因为迄天画起是中庸节嘛，系啊，中庸。啊，拜伫咧士大人遐，伊也在甲对甲无甲礼貌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是，无对，哦，加头毛对不对？
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99中庸，咱的数字内底13579，这是庸数，啊9就是极庸之数，所以99已经是足老伙仔因会当食甲久久长长安尼。啊，咱其实天地迄款。阳气足强的，啊，所以咱若夫妻要和好，你一定要有阴有阳，安尼拢极阳，所以惊迄天生袂出来，无法度做出产品的对啊，还是讲产品去订单对，好，所以就有迄个欠算安尼啦。好，来看阮数，来看阮鱼这队，鱼队就17000，哎，嘛是真高啊！啊，那咱鱼这队咧有38000。好，咱即摆今日咧举表1000斤。嘿，举表1000斤。大家动脑筋。哎，来，咱即摆奖金。咱即摆奖金有，哎，偌济啊？38000块啦！收悬啦38000块是几秒？38秒。 38秒，哦，38秒有够哦，应该是无够啦，所以搁加30秒，好冇？68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我问一下阿雄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有3个字。 3个字哦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是纽西兰。纽西兰。第二个提示是吼，嘴破爱食你。第三个金线。来，西果不要讲，第一个那个叫啥？有问是几个？哎，不是，过来就是鸡子，什么？拢总38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这题有3个字。 3个字哦，好，咱即马有几秒？咱即马有68秒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是纽西兰。纽西兰。第二个提示是吼，嘴破爱食你。第三个金线。来，西果不要讲，第一个那个叫啥？有问是几个？哎，不是，过来就是鸡子，什么？嘛，不是。大家提醒起。猕猴桃叫啥？搞什么搞？高三那个。这个哎呦，你甲看啦，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好，不要紧，来第二题哦，第二题几个字？两个字哦，好，来，哦，请开始。第一个是咧听会使算的伊，哦，有伊哦。第二个是七局爱赢4败，哦。第三个球是康心的康心乒乓球啊，哎，第一安怎讲？乒乓，健康。小林同学。不是乒乓球啦，是乒乓啦，是，哎呦，即摆几秒？哦，够28秒，袂歹啦。袂当，做者。第三题，紧的看到第一个提示就紧的抽落去。对。好，来第三题，几个字？哦，伊2个字啦。啊，你若要讲3个字，我嘛会使互你过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提示伊是红啊菜，吼，第二个是七粒，第三是海山大，拢用字的哦。伊的片哦，都九股，水，哎，第一，这个，一节龙舟，龙舟，龙珠，来，咱即马看，咱即马出偌济11000块，11000块，哦，嘛是真好啦。来，咱同齐来去颁奖。阮单位阁送金牌一个哦！厉啦！今天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我先感谢咱的王秀荣老师，感谢。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爸爸，我哋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感谢注意啊！谢谢，感谢边哇，我再过来啊！真正，哎，会讲较济，感谢静文。